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3月26日，放下憂慮。又到咗每日箴言嘅時間啦，我哋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腓立比書嘅第4章6至到7節。應當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着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我年輕嘅時候呢，時時被憂慮所困擾，無論係關乎學業、人際關係，抑或係未來啦，我嘅思緒呢，總係不停咁樣同焦慮嚟到對抗。當我準備一場重要考試嘅時候呢，壓力大到令我喘不過氣，而且瞓唔到覺，亦都冇辦法集中精神。但係有一晚呢，有一位摯友提醒我，腓立比書4章6至7節。呢一節嘅經文呢，提醒我將憂慮轉化為禱告，並且相信上帝會處理餘下嘅事情。憂慮好容易成為壓喺我哋身上嘅重擔，影響我哋嘅健康、人際關係同埋幸福感。佢都會偷走我哋嘅快樂，使我哋冇辦法去充分體驗當下。當我哋將憂慮交俾上帝嘅時候，就係承認佢掌管一切，並且我哋要全心全意嘅去信靠佢。呢種交託嘅舉動，能夠讓我哋經歷到一種超越人所能夠理解嘅平安。上帝嘅平安守護着我哋嘅心思同埋意念，保護我哋免受焦慮嘅毒害。放下憂慮並非係一件容易嘅事啊，需要我哋有意識咁樣去努力，將焦點從自己嘅問題上轉移到上帝嘅應許上。呢個意味着選擇相信上帝要比我哋所面臨嘅任何境況都大啊！就我嘅經歷嚟講，每一次我選擇相信上帝而唔去憂慮嘅時候，佢都以我意想不到嘅方式去供應我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放下憂慮，去相信你。求你用你嘅平安充滿我嘅心，並且提醒我你係信實嘅。奉耶穌嘅名求，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